我何樹英，今年67歲。我啲牙咧已經大牙基本上都甩晒冇晒㗎啦。由於細嗰陣咧，對住牙嘅嗰方面咧又唔係好現實，經常可能食糖食得多。自細都已經從10歲開之前咧，我都已經係牙痛㗎啦，經常痛到夜晚瞓都瞓唔着，經常喊。因為我之前咧係曾經有個意外啊，由於幾次飲水啊，即係頸渴飲水啊，個網溝個頭咧唔小心將個假牙吞咗落個喉嗰度啊，吐又吐唔出，吞又吞唔到落，我當時已經好危險㗎，要 call 救護車，所以今次咧我就決定咧要重新種咗比較實嘅，可以唔拖得出嚟嘅咧，可以對自己嘅身體係有個保險啦。今次咧我嚟呢個博愛醫院睇牙咧，係聽過香港好多個鄉親咧過嚟對大陸係比較睇牙係比較有信心嘅，尤其我太太咧第一次過嚟種牙咧，對個感覺係比較好嘅，冇痛冇腫。當時我種牙咧，佢個醫院咧，首先俾我嘅信心咧就係，佢首先檢查我身體，因為我自己有三高嘅。當時個教授同埋個醫生都俾我提議，首先我要，因為我心臟有問題啊嘛，要食緊三高藥，佢首先同我照個心電圖，亦覺得我個心臟係有啲問題，種牙咧係有啲風險嘅，所以後來個醫生經過核實咗，我話可以分開幾次種，今次係種咗7隻牙，而家之前已經種咗5隻㗎啦。我感覺嚟講咧係非常之滿意嘅。佢種完之後，佢個醫生、護士、公關，佢都第一時間要打，俾個電話問候你個情況係點樣，係非常之關心我哋嘅。首先大家如果過嚟種牙咧，又唔需要心理負擔啦，因為佢個種牙嘅醫術俾我評價係非常之好。